弟兄姊妹，大家好，歡迎翻到嚟翻轉人生路中的他與她。今日咧係我哋最後嘅一個信息啦。喺第一集我哋講咗內心嘅信服，喺第二集咧我哋講咗外在金錢嘅釋放。或者你會諗，信仰係咪就係一次性嘅信服呢？係咪一次性嘅決志或者奉獻呢？今日咧我哋翻到嚟路加福音嘅第二章嘅裏邊，我哋嚟睇路加福音中另外兩個嘅人物。佢哋嘅故事話俾我哋知道，信仰咧唔係100米嘅短跑，而係持續一生嘅一個馬拉松。佢哋咧就係西面同埋亞拿。佢哋喺聖殿裏邊咧，用咗一生嘅時間去等候耶穌基督呢一位救主。佢哋故事將會翻轉我哋對於年老同埋忠心嘅定義，為我哋嘅信仰指向嗰個最終極嘅目標。我哋先嚟睇西面。路加咧形容佢係一個又公義又虔誠嘅人，佢一生咧都喺度素常盼望緊彌賽亞嘅降臨。佢唔單止咧係被動嘅等候喎。聖經咧3次提到佢同聖靈之間有咩關係嘅？佢話聖靈在他身上，聖靈啟示他，他受聖靈感動，佢領受咗一個獨特嘅應許。佢喺死之前咧一定會見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試諗一下，佢等咗幾耐？10年、20年、50年，我哋唔知道。聖經咧冇特別提到佢嘅年紀，但係我哋可以想象佢一定唔係一個年輕人，已經係一個年紀老邁嘅人。因為喺佢嘅對於神嘅稱頌裏邊就話：而家我得見咗義者之後咧，就算你嘅僕人而家死都眼閉咁嘅意思啦，已經。所以佢每一日盼望住嘅就係呢一日，就係終於有一日，瑪利亞同埋約瑟抱住嬰孩嘅耶穌進入聖殿嘅時候。當時咧聖殿裏邊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嬰孩喺度嘅，但係西面咧佢受聖靈感動，佢一眼就認出嚟，知道咧呢一個就係佢等咗一世嘅彌賽亞。弟兄姊妹，佢嘅人生頂點唔係被好多人包括路加公認咧佢係一個公義虔誠嘅人。好多時候呢個就係啲法利賽人一生所追求最高嘅目標噶啦。但係咧西面唔係。佢亦都唔係追求啲咩財富、權力、地位，佢所追求嘅一生嘅頂點就係要親眼見到呢一位基督，呢個咧就係佢人生最高嘅榮譽。弟兄姊妹佢將耶穌抱喺佢嘅懷裏邊，佢喺度稱頌神佢話：主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弟兄姊妹，我哋能夠見到咧，佢嘅呢個人係完全冇任何嘅造作，呢個咧就係佢一生嘅盼望。當呢個盼望被滿足嘅時候佢甚至覺得佢即時死咗咧，都再冇任何遺憾。西面嘅一生，從等候應許被翻轉去到親眼見到呢個應許，佢嘅人生喺呢一刻咧得到最大嘅滿足。佢嘅故事話俾佢聽一個被聖靈引導，一個充滿盼望嘅等候咧，係何等嘅有價值。呢個咧係西面。我哋睇另外一個人就係亞拿，喺同一章接住落嚟講嘅，連住嘅就係當西面喺度稱頌神嘅時候咧，隔離有一個女性就係女先知亞拿。路加福音對佢嘅描述咧好短嘅，只有短短嘅3節嘅內容，但係咧呢3節嘅內容係相當震撼嘅。點解呢？因為亞拿嘅故事更加令人動容。佢係一個女先知，佢好年輕嘅時候咧就守寡，然後一直喺聖殿裏邊以禁食同埋禱告晝夜咁樣去侍奉神，並且超過80年。弟兄姊妹，和合本咧翻譯話係84歲其實嗰度嘅翻譯咧可能係唔夠準確，更加準確嘅翻譯係自從佢守寡之後過住咁樣嘅生活咧有84年啦。弟兄姊妹，84年嘅時間。佢冇離開聖殿，佢冇任何顯赫嘅功績，佢所做嘅就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咁樣忠心嘅禱告同埋侍奉。喺咁漫長嘅日子裏邊咧，佢認識咗一班同樣嘅心志志同道合嘅一班人，佢哋同樣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弟兄姊妹，喺佢嘅人生就係一場咧活生生嘅敬拜。當佢見到嬰孩耶穌嘅時候，可能係聖靈嘅感動，
亦都可能係佢喺隔離聽到西面之前嘅讚頌。無論如何，佢認出咗呢一位就係主基督。所以咧，跟住佢就做咗兩件事。第一，佢上前來稱謝神；第二，佢將孩子嘅事同一切盼望耶路撒冷能夠得救贖嘅人講說。亞拿嘅生命咧喺呢一刻被反轉。佢翻轉咗啲乜嘢啊？佢數十年如一日嘅喺內室嘅嗰種默默嘅侍奉咧，被翻轉化成一個公開嘅見證。弟兄姊妹，佢唔單止一個等候者。當佢知道咗呢一個就係嗰一位基督嘅時候，佢成為咗路加福音裏邊喺天使同埋牧羊人之外第一個公開傳福音嘅人。弟兄姊妹，佢成為咗一個，雖然佢喺當代只係一個女人、女先知，喺第一世紀可能咧佢嘅地位唔算好高，但係佢卻係成為第一個喺牧羊人之後宣講福音，同人哋講耶路撒冷嘅救贖嚟啦嗰一個人。弟兄姊妹所以咧我哋見到無論係西面定係亞拿，佢哋咧係可以話係翻轉人生嘅一個完美嘅據點。佢哋係年長嘅人，但係咧佢哋喺佢哋人生中等嚟咗佢哋終極嘅盼望，並且咧能夠對此作出回應。可以話西面咧就係代表咗以盼望嚟持守嘅信心，佢敏銳於聖靈，佢一路喺度等候，直到看見。而亞拿咧代表住嗰一份以侍奉嚟等候嘅信心。佢忠於日常，佢忠於等候，最後咧佢能夠去傳揚。喺呢個系列裏邊，弟兄姊妹，我哋從撒迦利亞嘅懷疑去到瑪利亞嘅順服，我哋從撒該嘅悔改釋放去到咧窮寡婦嘅全然信靠。今日咧西面同埋亞拿亦都提醒我哋，真正嘅翻轉人生唔單止咧係單一嘅一件事情，而係一種生活嘅方式，係 lifestyle。佢係一個終身嘅旅程嚟嘅。好似西面咁樣喺漫長嘅歲月裏邊，仍然保持住對聖靈嘅敏銳，持守住對救恩嘅盼望。好似亞拿咁樣，將我哋最平凡、最日復一日嘅生活同埋侍奉貫徹始終，當作係我哋對神嘅敬拜。並且咧，當人經歷主之後見到救恩之後咧，會好似佢咁樣，去向一切盼望嘅人去講說。弟兄姊妹呢個咧就叫我又想起一啲見證。我特別咧想起兩位老弟兄嘅見證。有一位咧已經去咗見主噶啦。當日咧，我記得我去參加佢嘅安息聚會嘅時候，聽到佢一生嘅見證。而喺佢一生高高低低好多嘅見證故事裏邊咧，其中最感動我嘅係關於佢每週返聚會嘅見證。作見證嘅人話呢位老弟兄咧，佢係逢會必到，逢到必早，逢早必討12個字。有聚會佢就會到噶，即只係佢嘅聚會咧，佢就一定會到嘅。並且咧，佢每次去呢個聚會嘅時候咧，佢一定會早到嘅，可能預留10至15分鐘早到。並且佢早到咧，唔係淨係就咁坐喺度嘅，佢會為着聚會，為着自己嘅心，為着弟兄姊妹去禱告。弟兄姊妹呢個咧就係佢一生喺度作嘅見證。比起佢嗰啲高高低低一件件嘅獨立嘅事情咧，呢一件事，呢一個見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嘅見證咧，更能夠影響佢嘅下一代，更能夠影響喺在場聽到呢啲見證嘅每一個嘅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內。而另一個弟兄佢就分享到就係佢嘅關於佢讀經上面嘅見證。呢位弟兄咧分享佢都係年長嘅弟兄啦。佢分享到咧有一次佢發燒重感冒嘅時候，佢點樣繼續持守自己讀經嘅生活呢？弟兄姊妹，佢叫佢嘅太太將佢喺床上面扶起嚟，扶到去咧佢平時讀經嗰張台前面坐低，然後咧將張凳拍埋張台，將佢成個人咧夾直咗去，因為咧佢已經冇力咧坐直個人啦。即係因為發緊燒流緊汗頭都暈啊，咁將佢夾直個人，然後打開本聖經，堅持將佢日常要讀嘅讀經進度咧讀完，然後咧先翻上張床度休息。弟兄姊妹，我唔係話我哋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做到呢一個地步，可能唔一定。但係我講緊嘅係兩位弟兄都係作緊同一種嘅見證。無論係翻聚會定係讀經都好，
係喺最平凡嘅事，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會做嘅事裏邊，佢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咁樣貫徹始終嘅嗰一份嘅忠心，嗰一份嘅盼望。弟兄姊妹啊，呢一啲嘅見證咧，叫我好受激勵，好受感動。無論咧係呢兩個現代嘅見證人，定係咧頭先提到嘅西面同埋亞拿都好，弟兄姊妹佢哋嘅見證都係日常，都係平凡，但係咧係最關鍵嘅，影響力亦都係最大嘅。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信仰旅程去到邊一步呢？但願咧我哋都可以好似我哋過往提到嘅呢6個人物一樣，讓耶穌咧嚟翻轉我哋嘅內心，我哋嘅生活，直到去我哋親眼見到佢嘅嗰一日。求主得咗我哋每一個，感謝主，我哋分享去到呢一度。